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你每張嘢我來看了好溫好事嘅時間又到了。今日我同大家來介紹咧後生文學獎嘅得主嘅作品咯。喺節目當中有兩屆非常優秀嘅創作人咯。其實寫文章咧，我係經過多嘅思考嗬。你等下同佢哋好好來分享哦。首先先來歡迎你客家市優選嘅得主。汪成坤，大家好，我係汪成坤，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裡。好，三年下來呢，你來分享兩屆呢係寫評文嘅優選得主，同時佢係客家市咪得到佳作哦。你來分享莊建明喜。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莊建明喜，今日同歡喜來到也分享我嘅作品。哇！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你哋嘅創作嗬。今日頭先講到寫東西其實係相當多長嘛。哇！相當多，因為想用把嘢寫出來，肯係做得獎。所以今日節目當重要，因為呢，你下又開始掙錢咧，又開始掙錢了，所以對你寫作有興趣嘅朋友，今日節目我相信做得幫助你透過創作者記到自己親身的經歷分享哈，幫大家做得有啲經驗之談，有點收穫哈。同時當然，今日嘅節目當中唔會送書幫大家，所以請大家詳細談到分享哦。像明喜你自己今年第3屆咧哈，連續參加3年，3年都得獎哈，有冇開始有冇見持續到見呢？其實我會現在去參加徵文比賽，係從高中開始，嚟到學校參加學校班嘅啦。結果就得獎咩？就社工嘅故事就拿轉去念俾阿婆聽，因為佢冇辦法看眼鏡，佢聽眼念其實眼咪念到貼鏡，佢其實冇聽真，唔過佢目睭就經典，我就開始知道寫出來對家長來講有意義在那邊，然後對我自己來說沒有做得讓我自己回憶的地方。古時候阿公阿婆聽寫佢哋嘅故事，聽到就情感通就出嚟。係啊，今啲東南亞都一兩書拍開始出嘅目子，見出見嘅完嘅。哇！古時候呢，其實唔係講是睇研究，人知道講耶，我不研究咧，係咪知道講哇，原來人寫嘅東西，真係本佢哋有感通，可以引起他們的共鳴啊！哈。古時候就開始按你寫，高中開始嘅後生文學獎就用客家人嘅身份，也係講人對客家嘅認識，特別有寫青島同客家有關係嘅，我會按你開始。就係有時候會同阿婆講，有一些老古年啊，一些總體嘅故事。古時候就想講，也冇寫咩冇年啲嚟寫看啊。結果冇生意就得獎咧。哎呦，唔係嘅後生條很強哦。你係來自哪邊嘅客家人？係苗栗太府。苗栗太府講四眼腔，講到清章，不卡住有講客家話係嘛？我從細阿婆就讓我講客，唔講我弟弟妹妹家就冇媽會講就我一聲。記住我字音咯，你再去教我弟弟妹妹向下來講好嗎？好。哇，真嘅連續參加3年哈，今年開始整天係第4屆嘅啦哈，鼓勵大家做嚟向下分享出你自家對客家也係對福卡人嘅愛都寫出來。嘅生權亦係第一擺來參加，用到客家有關，老倆寫作有關嘅哈比賽，應該係講到客家有關啦哈。過去在寫作上大部分都用中文寫作，那寫客語這一次算是第一次，然後也因為是第一次的關係，所以在能夠跟客家文化有關的題材，第一個就是聯想到阿婆，然後也覺得自己之前中文的寫作都沒有寫到，很少寫到阿婆，覺得好明明是很親近的親人，可是卻很少去書寫它，是很奇怪的，所以後來也覺得說看到這個後生文學獎的徵稿。
很有意义，也觉得可以借此把阿婆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就开始书写，也很幸运能够得奖。哇，谈起来你写作多久的时间呢？也跟你是一样，是从高中大概陆陆续续写一写这样。讲起来我这个高中没当好写文章该东西好像那个少年情怀总是诗，总系有动到的想法就得写出来。跟你这个厉害还是学生啊？对，还持续在写作这样。你读的系乜嘅科呢？台湾文学。哇，是系读文学嘅，所以你对台湾那地土地也系讲，你这个文化有动到的感觉。对。不过你阿爸系你第一摆咧写你自家客家的故事咧。对，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希望还可以持之以恒这样。哇，所以我记得又动到的过程当中，也许他就在酝酿另外一个迸发点，对不对？所以你阿爸写到阿婆，我讲阿婆是主角，你有特别想的，让阿婆讲，也系讲透过你的作品，你想要讲乜嘅吗？其实阿婆她从小就因为我们是她从小就照顾我长大，也养我，然后也很谢谢阿婆这么照顾我，所以但是觉得说之前都没有把跟阿婆之间的感情记录下来，很可惜。那也跟敏熙一样，希望把这种跟阿婆之间的感情记录，用文字记录下来。所以你是来自哪位客家人？嘉义，我是嘉义嘅中埔。嘉義嘅中埔，你一大會要講海料，要講自然，咁個未要錢多講學佬誒。所以你一擺貼片啦，阿婆嘅故事寫出來啊，好，咁個你除了啦阿婆之間嘅情感，其實你也了文章地度，我自家看嘅是隻，我知道啦，你女性嘅情感貼片愛情有關係呢，後面有留一些伏筆，係嗎？有一些策略性的思考，因为要投文学奖，想说要让自己作品比较特殊一点，然后对，有一些策略这样。你有乜嘢策略？因为我有先去看一下前几届的文学奖，大概写作的面向是什么，然后我观察到大部分都是写实主义，或者说是客家文化，然后客家女性习俗等等之类的。那我第一次写作当然也不脱离这些元素，但也希望说能够加一些比较冲突的、比较现代的一些议题加进来这首诗当中，所以就很幸运最后能够把性别的议题包藏在这首诗当中。所以你地图讲到无论是异性恋或同性恋你是讲你对爱情的概念，对于婚姻这样的想法，并伫啲后辈叫讲做得至少。然后一家你可能来照顾你嘛，爱用你系啊。好，你下我想绕场先圈同你talk一下你所写的客家诗好吗？好啊，好。你来谈看呢，先圈佢写的俩首诗按到丈夫卡会发生乜嘅事情呢？好，我转来嘞，你下伫肚脐深度跳路，我太寒嘞，唔是为我翻修。我为上网打拼，拿钱赚来，你已经是很辛苦嘞。阿婆啊，我着赚来嘞，还一摆就为我着照顾你，好给你好么？你係節選地圖其中有一些篇章貴首的是地圖1、2、3、4，其實有5段，家下為大家朗讀2段不過呢2段是表達出你家下講你寫兩條是地圖你想要講的話，你當想阿婆，你想要入校機，咪希望講你突然能夠一怪你愛的機強下來入校阿婆。係啊，所以本大家看到，其實伫寫作地圖有當到嘅想法啦你講伫一創作嘅時節，為了前到自家個人嘅經驗變落去，了解我看你的作品，你們都投入自己很多真實的經驗跟思緒嘛。我知道我嚟做係因為我唔係學文學嘅人。我一定會從生活當中去寫我做得寫嘅東西，我將做得有個深刻嘅感覺。我這種愛情我們唔拉成熟，故說有當多東西要按嚟寫，可能將做得表達性關度嘅想法。
很真切，然后给写出来哈。甲因为你迄套文学嘛，佮说我像毛腔的国土，不过我即家咩写东西、写歌、写文章，我只讲，伫度唔做得程度，每个创作人佢个个性，佢想要讲的话，还个真正有佢即家。几个人安尼伫度哦，等下在咱节目当中，去小唐两位得奖者来分享佢哋创作的经验，佢哋创作的故事哦。你敢还未记得爱个面容，爱个名字，就算伫动人个地方。了下个是系媒体所写的，名名按到全部，媒体你写了全部吼，老几个全部冇强用。佢主角系阿婆，你了主角咪系阿婆吗？其实我系同阿婆讲头八胎要走之前嘅事情，我就想讲我老给写起来。不过亲密嘅，系因为我从太后开始到亚下可能。我会经历到身边有一些人嘅过身，我将感受到嘅人走嘅嘅心情，离别安尼，唔盼得嘅心情。甚至係佢轉型，唔講我係希望係有一日真見本來讀到，我希望阿婆會轉來看我，安尼。哇，一個。政府哈媒體嘅作品係2016年，就前一年客家時嘅優先啦哈。我哋看到作品嘅時間我就連結到今年客家時嘅評審佢講嘅話，佢講應該詩文哈，無論頭擺也下哈，做得感動人，就係因為當真啊，就很真啊，佢個情感啲地度，就做得。當直接嘅感受會到，我想兩位就真正有表感情下一下，嗰時候我家可能就想係咪記得冇？時常想講，就身邊嘅人朋友咪好，不家人咪好，希望講你時常記得我我咪想你哦，韓國對離開嘅人，你時常嘅思念咪變得動情嘅深度哦，好文章。介新區呢有寫散文，係經驗咪係家族嘅作品咯。啲散文按到他鄉，地圖嘅主角咪係阿婆，哇！阿婆當歡喜哦。咁經驗寫兩則文章都係寫阿婆，有得獎。这篇文章它命名为《他鄉》，那他鄉其實就是異鄉。那這篇文章也想去用他鄉這個名詞去看阿婆整個從一個閩南人變成客家媳婦，再變成客家人的這個轉變的過程。所以他鄉其實也是他的故鄉。對。然後阿婆她最初嫁來客家村其實是過來一個橋，因為客家村跟一個閩南村它其實就隔一座橋，所以她其實是嫁過來客家村就隔了一座橋。那她後來嫁到客家村之後。也因為早期的生活很困苦，所以生活是都要非常認真工作，要種田。然後那時候是主任呢種煙草，然後阿婆也還必須要打零工照顧小朋友，然後也很節儉等等。那這些歷程到後來我出生之後，然後阿婆想去記錄她這樣整個的過程。這篇散文主要是想要寫阿婆的生命史。哇！我寫了看到了阿婆，我知道我阿婆真正當什麼，咪當見識啊！你講，你身為客家父母，好多係上帝獻才嗬。特別真正講，教育學貴婦客人做社頭，尤其像唔係客家人變做客家新橋，變做客家人，這個轉折是其實裡面有很多的甘苦談啦嗬。喺地圖我看阿婆呢。有為打扮有為做當到嘅東西，韓國為樂天而做事，韓國對屋卡真的是無論用半年這個是表明的一股係嗎？對，然後因為我們家是種煙主任呢，然後前幾年好像說已經不能再種煙了，然後就有一種感慨，會覺得說，因為阿婆她沖水喊就種煙，
然后他小的时候就去帮忙其他人去做农务，烟草的农务，就觉得说烟草突然不能再种了，就觉得阿婆的时代好像是过体嘞。对，然后就觉得好想把它写下来。哇，该记得你下你种下种乜改？现在就不种烟了，就种一些食农，就是蔬菜之类的。青菜水果安样呢？还做得本呀笋啊，哈，我看你穷下来平常。阿婆她很喜欢劳动，她常常到田里很忙这样。哇，不过安样当好，你见到看见安样，你是袂少，好看记得有舌头好做，记得当快乐哈。地图温种写到阿婆像咧一座桥的对面，好多种嫁到客家种。客家种变新基的故乡嘞哈，还有你地图写到阿婆实在唔会离开家乡的。对。嘿，不过为到你竟然来到台北住盘不认识2张嘢啦。阿婆她很不喜欢大都市，因为我姑姑和我伯伯他们都住台北，然后她其实很少来台北，然后她喜欢在乡下，因为她觉得乡下她可以找事做，然后可以找邻居聊天啊，然后可以种她的菜，做她的农事，所以她很不想要离开这里。在我大4那一年，因为我必须要实习，然后我选择到台北实习。阿婆她知道这件事，她就主动说她要跟我到台北2个月，对，所以那2个月是阿婆为我打理3餐，然后帮我整理我的生活起居。所以真的要非常谢谢阿婆对我这么好，对我这么照顾，这样。哇，阿婆动乡耶。对，然后也觉得在台北对我来说是异乡，但是也觉得说好像不管在哪里，有阿婆在的那个地方就是故乡。我只有当贴片哈，你讲中音顺呢，顺音的音哈，讲到阿婆是会知道，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支柱是阿婆哦。所以我想青岛的咧客家乡亲都有安样因的经验哦。你咧看文章地图哈，明显没有一篇文章山林，哇，咧山林树哪的哪名山哪哈，你就讲山林系灵魂的灵。咧文章地图我像你写的当深刻对咧生命的体验。我其实伊配写到动到食的东西，不过看我决定动好什么，呀食的东西动到迄我无食过的，因为我看动也写食过的东西，我就想讲我会写下大家无食过的东西。去年的时节，像我写到个牧草的广。跟迄去年林沙送的木卡，如都甲无通个片熟，过来就送阿婆，阿婆就拿准了草，阿婆就讲其实佮按冬年了没剃白色，不过第八我就想讲啊，过一片你还来想个第八也只阿婆，佮有动到安尼山啊神法经验，古说佮某一年一下就去下山去神法，叫做刀山当红。佢對個山啊嘅感情，當成嘅嗰種感覺。都見也比阿婆強樣啲山鄉。冇樣係上嘅啦。哦，真嘅。唔講人家講係連沙松呀牧草咩？係真件嘅。係真件嘅，就係松啊！我當上到個冇嚟寫，唔過寫係假嘅。哦，竟然上嘅，有嘅阿婆其實當好山呐。係。嗰個地方有一種當貼嘅咧，像。飲料安尼東西係用瓷嘅馬卵、聖蕨嘅球根去做嘅，同鐵樹嘅，係唔是石膏嘅。我咩去年裝石膏，我二代的人家拉嘅去山當摘嘅，過去煮嘅糖水，我將貼白色，其實冇媽咪頭啦，就係我知道嘅凍貼皮，古時我留佢下下了。哦，古時很多青島食嘅東西，韓國。烏嘅橄欖水係冇？係，嘅橄欖水，係因為我跌倒，我切頭嘅送一層冇凍好啦，我碰唔啲去拿出來嘅橄欖水，係我當日查，唔過嘅米湯冇嘛，也係正經嘅，也係正經嘅事情。唔過地方我冇寫出來也正經嘅事情，我全部就上嘅。唔過前面我寫阿婆。高升以後也都東西全部唔知做嘛唔見睇咧，可能講子孫會
跌体會大送啦，故數全部就唔見體，不過佢當場行到嘅山拿地度，佢就變到嘅山拿嘅山林。哦，故數安尼嘅山林係講一個阿婆。係，其實也山林我會想到係因為我媽媽實老愛講，其實是個有一擺到山檔，阿太已經過身了，佢到山檔看到阿太都挑柴，唔過冇腳，唔過佢看到阿太安尼，一件事情伊出幾單，我就讓佢嚇你去。哇！我知道係唔判得啦，佢唔判得那邊的神法。錯，其實文章底度哈有聽到嘅感情啲底度呢哈，等下轉來哈，繼續談佢哋用聲音同大家來分享佢哋對寫作嘅想法咯。大家轉到福喜來咧，今日節目當中哈，邀請到後生文學獎兩位當優秀嘅得主，喺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佢嘅文章哦。呢下呢，我就來邀請明熙來朗讀佢嘅作品《聽藝》哦。草出香，冬一痛，一片草，一片浙江廣。我參邊講嘢咧，當當當，一刀又一刀，等等同一米。等等夜冷一米，等等人嘅心明一米，佢係阿婆親密一擺，為阿太說甜嘢咧，生意在會打打滾，唔過甜甜嘅米，沙還會腐腐，可能同標唔拉到，阿婆嘅鏡頭勁殘，木子咩腐腐，唔過沙一時上就冇。哇！我在看一文章嘅時間，我知道哦，我木子會跌下來咧，因為你都講到甜嘅，乜嘅天嘅我看乜嘅按到甜嘅，我會想哦，我忙實食個哦，其實起來我係乜嘅意思呢？因為睇家啲講學藝班嚇藝，其實會甘甘苦苦嘅，我不用同張做啲什麼，也係南部嘅食法嘛嚇，也係我去南部拍東西嘅時間發現嗰片嘅嘢為了捏嚟用桶，有點像蜜製艾草這樣。哦，安尼做一球一球的扁擔咧，幾年咧就做得做捏板安尼。係，原來係安尼嚇，要做得做人搭嘅來食啦嚇。唔過你都親密嚇，除咗你都係有個草香嘅啊聲啊，啊木炭嘅聲啊，嗰個食嚟會嗒滾嘅聲啊。唔過親密實係冇聲嘅，因為給我時間有堅持的時候就不會哭出聲音嘛。其實唔係捏嚟啦，其實係油麵啦。唔講我吃到下油麵冇按醬，我係因為嗰時間阿太88歲，阿婆就有一年帶佢個突然，因為按東西佢突然向我去帶阿太看醫生，轉來嘅時間佢買了一碗油麵，佢就到無糖下幾片俾阿太食，跟一下咗阿太就這樣安尼。哦，各位我就看到嗰時間我可能將3-4歲吧，我就看到他人鏡頭警察，唔過冇啥，我當成嘅印象係，我冇看到，因為我公老阿婆當我印象中係當硬頸經驗，當堅韌啊，我冇想講覺得會有脆弱嘅時間。真嘅哈，但當然，因為安尼很細時間看到一種情況，係有啲搞唔清楚哈。面對這個親人離別的時候，死亡的這個議題，卻係冇感覺講，到底發生乜嘅事情，讓不卡人按艱苦呢，按傷心呢。我也按睇咧，想到安尼嘅畫面，點都非常嘅深刻出嚟。我知道唔得。唔判定哈，嘅兩位嘅阿婆一下都係身體當健，當健康，啲自家嘅家鄉，每當快樂嘅生活，安尼做後輩然後就當歡喜咧啦哈。加油安尼嘅母親節會到嘅哈，咩去呢？因為一下阿婆出過意料咧哈，佢說對人鏡頭講嘅話哈，會愛對阿婆講嘅話好冇？我想講。我從細我阿婆就家人來講，佢特別當無限，當家冇幫我翻身，我後來這樣說都係你啦。所以
臭臭的，就想要老佢讲，唔过无嘅方案咧，冇办法有一下呢剩饭，过到安好日咧，故所我希望现在了之后就唔是小爱，你就做得当快乐过自家嘅剩饭咧。哇，我听安尼讲吼，想到阿婆讲头摆细细吼，起码下。是说唔记得本身吧，其实佢安尼想到係唔判定嘅，表示佢非常非常嘅愛。佢大概就小翻嚟講啊，咬到會頭嘅飯匙，空到嘅衣櫥底部，因為我摳上面的飯嚟吃。真嘅啦，阿婆冇按無限啦哈，唔過一下可能睇嘅哈，阿婆真嘅唔是少，唔到即家要照顧到同學，韓國唔好食美食咩？好，可能咩因為安尼，好嘅味蕾特別的靈敏啊，要買那些清好食嘅東西，要變做下文章嘅靈感，係，安尼非常好哈。哇，感謝阿婆哈，嘅生權，今日愛 call out 幫阿婆哦，愛打電話幫阿婆。好，你事先有同阿婆講嗎？冇呢，所以幫佢驚喜。哦，幫阿婆驚喜 surprise 哈。平常時，你時間阿婆睇睇你係做乜嘅？阿婆可能會去田裡做事情，有可能在做晚餐。阿婆佢未切毛汗，切毛汗哈，所以唔知阿婆會接天花麼？希望阿婆就會接天花。所以平常時常有打電話專業幫阿婆嗎？有會問阿婆最近家裡有沒有什麼事情啊，然後怎樣之類的。咁打電話幫佢提一句會講乜嘅？我會老佢講嘅係喂，老一公，我在寫論文。哦，研究生。哦，冇接天花。好，阿婆應該啲無限，可能你天都做事。不過我想你對鏡頭講。好啊。好啊。阿婆，我離下啲客家電視台錄影。我想講母親節會到嘞，祝阿婆母親節快樂，然後也謝謝阿婆從細漢照顧我，希望阿婆做得身體健康。哇！阿婆我愛你。哇！阿婆笑咧，講你要想起自家細時間嘛，阿婆用乜嘢照顧你的？啊，無論係罵啦、錫啦、打啦，哈，又係講做好些東西幫你時候，其實都係其他人對你的愛哈。而且那份愛好變在你生命當中，它就可以不斷的發酵，變心動到係靈感。係啊，但未來呢要啲下週。特別想來挑戰乜嘢嗎？因為我客語能力還沒有說很好，所以之後會希望能夠繼續精進自己的客語能力，尤其在書寫的部分。那今年也希望之後會有陸續有作品出來，也希望之後可以有投稿，然後也希望能夠再得獎這樣。哇！所以希望啲客家特別啲語言的部分，因為語言就得幫助你寫文章，錯嗎？而且我覺得學會客家語言也是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肯定，然後也希望借由這樣的方式來慢慢去建構自己的客家認同。哇！咁你有想要去考行業語句嗎？嘿，可能會去考，對。好，加油加油加油！謝謝。係啊，咁明顯呢，未來想要挑戰乜嘢？我想要試可能寫小說，不過冇可能因為個詞動動嘅，可能冇按架。文章要寫較久的時間，可能冇按架，故所可能咩會參加，不過還會想要寫乜嘅，不過我希望故鄉當到嘅熟，然後佢寫下來留下來，安尼係真好嘅。哇，兩位都安會寫文章哈，真嘅相知相惜，咪做到變做好朋友，可以互相激盪一下，哈。我想今日呢非常歡喜邀請到兩位同大家來分享。當然，2018後生文學獎開始徵件了，哈。鼓勵大家想愛來參加嘅人，愛用樣辦嘅準備呢？我知道就係。人生法有乜嘅就寫乜嘅，因為安尼將自家，會感同自家，種感同心。哦，係，就是真性情出嚟。對。好嘅，生權呢，對你做文學研究嘅方面來看呢，
我也觉得跟也蛮认同敏熙说的，就是从自己的生活周遭出发。那文学，我觉得要能够感动人是很重要的。那也许可以去翻阅一下前几届的得奖作品，那再做一下归类，然后看能不能做一些突破，这样。哇，做得请灵感出嚟。好，今日真嘅非常歡喜邀請到兩位新聞的技術者。什麼？好，喺今日節目當中非常嘅精彩，咩動感動人哈。節目呢，咩送文大家2017後生文學獎也嘅書，同樣到福喜來嚟嘅粉絲專頁，然後呢就有機會可以留言啊，有乜嘅密切嘅鎖定，就做得到人嘅書哦。今日再次感謝大家嘅收看，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你先生來做運動，讚來了。